你知唔知頌缽曾經因為佛教而消失呢？因為佛教而興起，亦都因為佛教差啲消失咗。據我哋所知啊，頌缽曾經係食具，然後咧因為佛教嘅興起發展得好好，入到寺廟做埋法器。咁究竟頌缽嘅發展係咪就係隨住呢樣嘢佛教傳到全世界，令佢傳到全世界呢？原來唔係，反而係因為佛教佢一度差啲喺歷史上完全消失。原因係咩呢？原因係話說當年佛教咧喺呢個古印度嘅推廣啊、發展啊，其實非常之興旺，甚至乎一度咧超越咗印度教，橫跨成個古印度。係啦，咁啊，但係當政權去轉變嘅時候咧，印度教嘅當權者再次統治翻當時候嘅印度嘅時候咧，就開始舉行咗一個滅佛行動。咁啊，頌缽真係因為佛教而興起，然後亦都因為佛教而毀滅嘅。OK， 因為佛教咧當其時係被接近趕盡殺絕啊。咁啊，所以喺即係而家尼泊爾呢個地方咧，純粹嘅佛教徒都係好少好少，主要咧都係大部分都係一個印度教徒。咁啊喺呢個過程中咧，頌缽由一個好受歡迎嘅工具咧，變到好低調，變翻家庭嘅食具啊，或者係好少好少低調嘅應用啊。究竟由幾時開始又再出現翻喺歷史咧？下次再講啦。